哎，你让开，我正打着呢。你今儿吃枪药了？我饭呢？我辞职了。你撕了也没用，这封我会交给人事部，我来只是来通知一下你，我不干了。你跟公司签的劳务合同可是3年啊，这干了几天啊？你有没有点责任心啊你？啊？现在已经不是有没有责任心的问题了，全公司上上下下都在议论你和我，你知道吗？知不知道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我在和你谈恋爱。说我勾搭上你以后，然后把陈真给踹了。拜托，我是来这工作的，我不是听他们在这议论我的。我的名誉损失谁来赔偿啊？行，那要不然这样，我现在就召开一个全体员工大会来澄清一下你我之间的关系，你看怎么样？欧阳，我没时间陪你玩，我答应你来欧氏做你的秘书，不是为了这个。这样，你先去我办公桌把我的包拿过来啊。哎。不好意思，欧总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秘书了，你想拿什么自己进去拿去。我那包里有咱俩的合同，你拿过来，你是去是留，咱按合同说话，好吗？你轻点儿。没事吧，宝贝儿？你有没有点人性啊你？劳务合同，我念念啊。劳务合同第5点，如果乙方在合同履行期间无故离职，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经济赔偿。工作满2年不足3年，需要赔偿10万；满1年不足2年，需要赔偿20万。哎，你现在也就干了不到1个礼拜吧？那要是按照合同来说，40万啊，40万，有吗？啊？放心吧，合同我都帮你看好了，你绝对不吃亏。你好好看看啊。你就是个骗子，我就是个傻子，我居然能相信你这种人！我不看合同。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今天我就给你好好上一课。以后你跟别人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看仔细，要不然以后在社会上你是吃大亏的。欧氏给每一个员工的报酬呢，都是在同行业里最丰厚的，那自然员工呢也有义务承担更大的风险。这样吧，看在咱俩还算是有点交情的份上，违约金我给你减半。欧阳，你故意的吧？你早就留好了这一手，是不是？那当然，要不然我拿什么留着你啊？你这个人真是无耻！雷美雅，你这个女人啊，不仅是没脑子，你还缺心眼儿，眼里没谱，神经缺弦，你彻底废了。你怎么不想想啊？啊！当初陈哲毅然决然的跟你分手，把你甩了，现在反过来又来找我，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说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是让我离你远一点。还有啊，你刚来公司上班的时候，他那是像跟你刚分手做出的举动吗？
啊？我是男人，我了解男人，所以我说这件事一定有问题，绝对没有表面上看那么简单。我要是你啊，我就毅然决然地留下来。我不仅要调查出真相，我还还自己一个清白。总之，我要讲的道理我都讲完了。你现在要是想明白了，你就转身出门给我买午饭去。搞定。我说李薇薇，哥跟你说啊，喜欢一个人没错，但是作为一个女孩子，你能不能稍微矜持一点？表达的时候再绷那么一会儿，行不行啊？绷不住。宝贝箱子里装的什么呀？你还记得小时候欧阳总爱来咱家玩吗？当然记得了。小时候他天天嚷着跑到我们家来玩，非得跟着我屁股后边转，我都懒得带他。记得有一次啊，他来我们家玩，把咱爸最心爱的瓷器给摔碎了，我们俩吓得脸都绿了。你猜怎么着？我找出一502胶，把咱爸那瓷器弄是给粘起来了。我以为万事大吉啊，咱爸发现不了。结果老爸那火眼金睛一回来就发现了。他问谁干的？我挺身而出说是我。话音未落，一巴掌就上来了，5个手指在你的脸上2天没下去。这事算是我替欧阳扛了吧？你个讲究吧。讲究。哎呀，我说的不是这事儿啊，我说的是他每次来都赖着不走吃晚饭的事儿。可不是嘛，从小能吃能喝的，饿死鬼投胎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咱们家王阿姨做的菜真是好吃，欧阳特别的喜欢吃。我带的这个便当就是王阿姨亲手做的。王阿姨做的？不是，王阿姨都离开咱们家10多年了，你上哪找到她的？那你先夸我。我夸你什么呀？我特意找到她家，逼着她给我做的。李薇薇，我真服你啊。那这里边都做了什么菜啊？就是欧阳小时候来咱们家最爱吃的那些菜了，一样都不落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每天都给他送饭。我就不相信了，他的小心脏还不被我给融化了。我们家微微相中的人，谁能逃脱得了你的五指山呢？那是。看什么呢，薇薇？啊？没看什么。走吧。哎，哥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得给欧阳买杯咖啡去，你先上去吧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我得亲自拿给他。好。陈正，你放开我！松手！你干嘛呀？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电话？我为什么要接你电话？你干嘛要来欧氏上班？为什么要做欧阳的秘书？你俩到底现在什么关系？请问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来问我这些话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好像连家人都不是了。你又想让我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回答你呢？对不起。
话是我说的有点重。我跟欧阳什么关系？很重要吗？很重要。是你要跟我分手的，我现在都已经答应了，我们现在没有关系了，你干嘛还来问我这些啊？我是来欧氏上班也好，做欧阳的秘书也好，好像和你没有一丁点关系。你干嘛还要跑去找欧阳，让他离我远一点？你是不是很享受那种把我招之即来挥之即走的感觉？是，我是很爱你，但我不是你的玩具，是你想扔掉就扔掉，想捡回来再捡回来的。之前是我不对，那你能不能为了我离开欧氏，从欧阳那边辞职？为什么？啊，你可真够慢。谁真够慢的呀？跟薇薇约好了吗？什么跟薇薇约好？你别吓我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，你没跟薇薇约好啊？她非得要过来给你送饭吃，还必须由我亲自送过来。哼。你不会真的跟高层女主管在一起了吧？陈哲，我恨死你了！我果然是没脑子缺心眼，眼里没不神经缺想，我真的是废了。我这段时间我一直试着站在你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，我一直在反省，我一直在想，我到底是哪儿做错了？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突然一下那么讨厌我？你就因为跟高层女主管跟我分手？不是什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谁跟高层女主管在一起了？你哪儿听说的呀？不是，凭你对我的了解，我是这种人吗？不好意思，陈经理，我现在发现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你。我就要来欧氏上班，我就要做欧阳的秘书，我自己的人生自己决定，不劳陈经理您费心。林梅啊，林梅。就这么点路，走那么长时间，你干嘛去了？你有事啊？你忘性倒挺大呀！泼完我红酒就当没事了是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你不会是来给欧阳送饭的吧？哎，你想勾搭上欧阳，最起码也得用点心吧？大街上随随便便买的破烂，就想让他买你的账。他吃过你几次大排档，你就真当他的肠胃跟你一样廉价吗？哎，我跟你说话，你看哪儿呢？别怪我没警告你，离欧阳远点儿。哎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李米娅现在是我秘书，我得赶紧问问她到哪儿，她必须得赶在黎薇薇到之前给我回来。李美雅怎么不接电话？看什么呢，薇薇？啊？没看什么。那你去哪儿啊？黎薇薇小姐，这些饭菜都是欧阳他自己亲自挑选的。如果你觉得欧总的肠胃很廉价，麻烦你自己去跟他说，不要扯上我。还有，现在我是欧阳的秘书，这是我的工作时间，抱歉。秘书？那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秘书都给他买什么了。一碗破面条啊？行，那我就用这碗破面条敬你撒谎不打草稿。哟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怂啊？为什么不敢还手啊？是不是被我说中了？再看看这都是什么呀？啊？虾饺，我让你瞎搅和。
手啊，还手啊，还手！对，我就是不敢还手，我就是勾引欧阳了，我勾引他了，怎么了？我勾引他了，我跟他在一起了，你有意见吗？你这个贱女人，我就知道你承认了吧？你勾引欧阳了吧？你这个贱女人，小三，臭小三，你这个臭小三，小三，你这个臭小三！李梅梅，李梅梅，你在干什么？哥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个贱女人承认她勾引欧阳了，还说她和欧阳好上了。闭嘴！走，离开这儿。哥，你怎么老帮他呀？你忘了他泼我红酒了？李梅梅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丢人现眼！走。林梅啊，你到哪儿了？怎么买个饭买这么长时间，都快赶上西天取经了你？你给我听好了，以后给你发微信，第一时间回复我，听到没有？姐啊，不是，我不是说你呢。啊，好，我这就过去。哎。姐，找我有事儿啊？坐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新秘书的人事档案啊，怎么了？你之前的秘书有什么问题吗？硕士毕业，给你做行政助理，我不明白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。就是因为太满意了，人家一个好好的硕士生跑过来给我当秘书，太屈才了。我看着人家这又给我打扫卫生，又给我送饭呢，我都不忍心了，真的。人尽其才嘛，我把他安排在一个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岗位上，这对咱们整个公司都是有好处的。你以为我整天待在办公室里面，就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吗？现在整个公司都在传你和林美雅、陈哲之间不清不楚的事情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处理好这个女人的事情。3天之后，我不想再在公司看到她。为什么呀？林美雅怎么了？工作是工作，她跟那个陈哲早就分手了，她现在就是我的秘书，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清者自清。啊，就因为公司的人说，我就要把她开了呀，那不是变相承认了吗？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说你为了追林美雅，故意要开除陈哲。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会造成多坏的影响？嘴长在别人身上，他们怎么说我能管得了吗？我已经说了，我们2个就是上司与下属的关系，我做好自己的事就得了。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了吗？什么事情都只想着自己，你有为别人考虑过吗？你有为公司考虑过吗？现在这件事情只是在公司内部流传，如果要传出去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在等着看欧氏集团的笑话吗？你才来公司几天啊，就闹出这么大的事，
我看公司早晚有一天会毁在你手里。姐，我之前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，我根本就不想接手这个公司。虽然我不太清楚爸那边的想法，但是他很关心你的。所以在这件事情上，你千万别多想，好吗？爸的想法你会不知道？你要真的不想干预的话，你来公司干嘛？你不是最讨厌坐班了吗？嘴上说不想接手公司，可是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在挑战我的权威。原来我只是觉得你任性、幼稚，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任性幼稚的背后，还藏着虚伪。这一点你跟爸真像。姐，你一定要这么说吗？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什么了。自从你大学毕业后，你整个人像变了一样，你对我越来越冷漠，你甚至都不愿意看我一眼。你小时候对我多好啊！爸工作忙，妈在家一个人喝酒。那个时候只有你，你那么优秀，我一直很庆幸你是我的姐姐，我一直以你为骄傲。可是现在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？难道就因为我是爸的亲生儿子吗？我从来都没想跟你争什么，真的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。所以你还是那么幼稚，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看问题。你不是我，你不会明白我的感受。总之，现在我以集团总裁的身份来命令你，立刻开除林美雅。林美雅没有违反公司任何一项规章制度，我是不会开除她的。你脏了的那件衣服，一会儿交给他们去送洗，等回头洗干净了，我亲自给你送过来。美雅，今天的事情真的很抱歉，我们把薇薇惯坏了。等回头有时间，我一定带着薇薇亲自来向你道歉，好吗？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款式，给你准备了一些衣服，你自己挑一挑。如果没有喜欢的，可以再换一批，没有关系的。我在下面等你，好好挑一挑，不要客气，照顾好。李小姐，请您挑选。
买这饭你买这么长时间，你快饿死我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办公室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怎么样，浪漫吗？我让前台帮我一起布置的，爱心午餐。你过来是给我送饭来了？这事办的算靠谱啊！饿死我了！这饭哪儿买的？什么买的呀？这些都是王阿姨亲自做的哦。王阿姨啊？你是说你们家那王阿姨啊？她不是早就辞职不干了？人家为了你特意找到他家，逼着他给做的，全都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，是不是小时候那个味儿？还真是小时候那个味儿。以后我每天都来给你送饭，你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说，我就告诉王阿姨让她给你做。对了，你们不知道，刚才在楼下我又碰见那个贱女人林维雅了，她骗我说她是你秘书，还竟然跑到街边小吃店去买几块钱的东西，还要送上来给你吃，简直就是玷污你的肠胃。我要是不给她点颜色瞧瞧，她还真以为你好欺负呢。而且我帮你问出来了，她自己也承认了，她就是故意勾引你的，你千万不要被她给骗了。可人呢？她不会真是你秘书吧？怎么？他不能当我秘书啊？是我让他去街边小吃店买吃的的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你是不是把他怎么着了？你就别给他打电话了，我哥都已经带他走了，你就让他彻底消失吧，他那种人根本就不配做你的秘书，你就别给自己找麻烦了。哎呀，你先把饭吃了嘛，人家特意给你送来的，你好歹吃几口嘛。对，我就是不敢还手，我就是勾引欧阳了。我勾引他了，怎么了？我勾引他了，我跟他在一起了，你有意见吗？看见了吧？当时就有人录像，这就是证据。你看我干嘛？他都承认他勾引你啊！我教训他一下还不行啊？李总，因为林小姐调过去的衣服，她一件都没选。为什么呀？他不喜欢吗？她自己跑去对面小店买了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李总，我先回去了。你好，你好，这一套打完5折多少钱？128。好，那我要了。哎，咱这试衣间在哪？在那边。谢谢，不客气。
谢谢小黎叔。不客气。刚才给你准备了那么多好看的衣服，一件都没挑上，还非要自己出去买，为什么？小黎叔，那些衣服实在是太贵了，穿在我身上也不合适，我不能要。更何况，你刚才带我离开那儿，拯救我于水火之中，我已经很感谢了。喝果汁。谢谢。下车。不下，下车。不下车。你干嘛？不下车，你别拽我，我不会道歉的，你想都不要想。哎，你松开我，松开我！欧阳，你松开，松开我，我死都不会去跟他道歉的。那林美雅就是在算计你，你还让他给你做秘书，你是不是被他下迷药了呀？你松开，你松开你！我不会跟他道歉，你给我松开，给我松开，松开，你松开，松开，松。道歉。我不。林美雅现在是我的秘书，就是我的人，你欺负她就等于在欺负我，你道不道歉？哥，你也不帮帮我。林美雅，你这个人怎么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呢？你当着我的面明明承认你勾引欧阳了，你现在装什么装呀你？我在帮你呢，你还不领情？薇薇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，做错了事情不知道悔改，还执迷不悟地责怪他人，这就是我们黎家给你的教育吗？这就是你出国留学学到的东西？这就是你应该有的素养？小黎叔，哎呀，你们别生那么大的气，我没什么，我挺好的，酒店大堂那么多人看着呢，你们别逼他了。不行，李薇薇，你今天必须向林美雅道歉，否则以后别怪我彻底不理你。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我不该把面条和虾饺扣在你头上。谁头上？林美雅。好了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没事吧你？我能有什么事啊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再次替我们家薇薇给你道个歉。这样吧，为了表示诚意，我做东，请美雅吃个饭，作为补偿。欧阳作陪怎么样？美雅的意思呢？谢谢。从进来到现在，一句话都不说，有事儿啊？今天在公司大堂，林美雅和黎薇薇闹的那一幕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通知欧阳，让他立刻开除林美雅。他能答应就好了。林美雅给欧阳做秘书，你怎么看？我能怎么看？我跟林美雅早就没关系了，她来不来欧氏，给不给欧阳做秘书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反而是这件事儿现在闹得沸沸扬扬，
我倒是觉得我们可以反过来借一把力。原本公司里面就在传，林门牙甩了我，为了接近欧阳，他去勾引欧阳，做了他的秘书。现在他在大堂里面当着所有人的面主动承认他去勾引欧阳，还跟欧阳在一起。你觉得出了这样的事儿以后，董事会的那些大股东、小股东们还会放心的把欧氏交到欧阳手里？还有你爸，不知道他现在知不知道这件事？如果他知道了，他会是什么反应？还不仅仅是这样，现在这波风言风语，我们还可以推波助澜一些，在下次公司例会上对欧阳委以重任，把集团下半年整体宣传方案交给他做。那不行，他会毁掉公司的。他毁不掉公司，因为还有你在，你是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欧阳把欧氏给毁了的。所以你早就做好了一份预备方案，就等着他什么时候掉链子，你就站出来接管全局。这样，一切就又回到正轨。但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所有人就会清清楚楚地看到，欧阳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傀儡。这样，他就离董事长的位子越来越远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啊，我们换家吃吧。都到跟前了，干嘛换一家呀？这家餐厅的位置我早就提前预定好了，他们家的菜特别的地道。我知道他们家菜好吃，我就是今天想吃一下别的。你这一时晴天一时雨的性格，也就我能受得了，知道吗？行吧，那我跟老板打个招呼，你们在这等我吧。